华视台语新闻杂志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舞动着20公斤重的大铁拳，充满着生命力的演出，感动人心。伊是28岁大拳艺术家杨世豪，考台湾街头艺人的证照考4届才考到，一度无互认同。但是伫欧洲的大街路边演出的影片，却有超过2000万人的点阅率，搁来成就亚洲达人秀的准决赛的舞台。其实杨世豪毋是科班出身，也毋过伊靠着对特技的热情甲坚持，行出着一条撼动世界的马戏之路。伫咧练习大拳的过程中，到底有偌尔啊艰难？伊搁安怎伫咧表演当中做到人拳合一的？带乡亲来看大拳男星杨世豪追求梦想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世豪。我现在是一个大腕表演者。我盯着他看的时候，都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一般的道具，而是我在看一个很漂亮的事情在发生。做任何事情都要是自己喜欢的，因为只有自己喜欢的，才有影响力，也才能感动别人。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。我念美工科，说实在，那个时候是因为成绩考得不好，然后在那3年，我其实对人生是没有什么方向的。我朋友告诉我说，有一间叫做戏曲学院的，那好吧，那就去试试看好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接触。就是会有机会接触到特技跟马戏的一个最早的出发点。不是科班出身的杨世豪，意外展开马戏人生，是讲拄开始并无顺利，不过就像伊甲伊的故事小王子同款，杨世豪唔捌放弃，勇敢追求梦想。我一开始很挣扎，因为什么都不会，就开始受到很多老师的一些指指点点啊，学生同学之间也是觉得你来这边干嘛？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。不想被看不起，我觉得是那个不想被看不起，让我先是从我想证明我自己开始，然后一直到我参加学校有一个叫做金奖比赛的，然后那一年我拿到冠军，之后我整个人生开始大翻盘，对，就是这样从那一刻开始。有勇甲吸伴奏，流利的声音在广场上旋转流动。2017年，这场伫欧洲市区演出的影片，看过人次超过2000万。杨世豪总算试着被看到的欢喜，也毋过嘛捌袂信。如果有一段时间有点迷茫，这个对我来讲好像是一份工作，还是什么，就有点不太像我当时候练习那种快乐，单纯的快乐。2017年回来之后，18、19，我开始在台湾做街头表演。我遇到了那个妹妹，她告诉我说她在看我表演的时候，感觉好像在跟另外一个小朋友玩得很开心。那个时候我才找到，原来我这么喜欢表演的原因，是因为它可以让我回到小时候。所以我盯着她看的时候，都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一般的道具。对，而是我在看一个很漂亮的事情在发生，然后那个凝视之间，就会感觉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能量，那个观众会很被你吸在这个里面。从我街头那边学到的东西，再回到剧场的时候，我的张力变得更大。你好，我叫杨世豪，我今年26岁，然后我来自台湾。随着旋律慢慢流出，杨世豪以心因拳在舞台上翩翩起舞，亚洲达人秀感动人心的表演，全场的人拢赞叹。评审真学老，更加予伊随穿起来撼动全世界。不过这一切，敢真正是伊心内所愿望的？
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点讽刺，因为我其实想让大家看到的是他，对，是我表演的内容，不是我这个人。我这个人到后面我的心态转换是，如果我要经营，我要推动马戏这个文化的话，我势必要有这些影响力。到后面我就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礼物吧，对我来讲可能是一份礼物。之前是不知道怎么放手，然后就跟着这样子，然后我的指节这边就粉碎性骨折。那时候应该痛到不行，我以为要断掉，我以为要截肢了。我右手，所以这2只有后遗症吗？还好，后面就我的那个什么也是大拇指反而是有后遗症。20公斤重、直径185公分的铁拳是杨世豪重要的伙伴。大学后才接触大拳的世豪，今麦有这好的成绩，是一摆一摆可怜的成果。前3个月练习，甚至都要吃晕车药啊，一天爱吃几啊百摆，身躯拢有流真济汗。这边也有缝过，头也有缝过，可是现在应该看不出来了。抽风3针，有一招是很像前臂这样子，一直在地板上。然后另外一个我练的那个是要反的，脚不知道要怎么处理，在固手，然后脚就这样侧掉，整个侧掉之后倒在地板上。然后环就这样 K 下来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呢打我脑袋20公斤，当的，对，当下就直接流血上来。所以会有阴影。真的是那时候练那招有阴影，我这招花了1年多才克服。我阿和最常跟我讲的一句话就是做什么像什么，然后在这段过程，你就这辈子做好这件事情就功德圆满。这2句话一直在我的心里面，一步一步的哈，脚踏实地。对啊，这个现在像这是我们今年团做的，我现在带团员是。出名后，4个表演世豪用伫厝的时间是愈来愈少，不要紧，伫去听分享最近的计划是难得的温暖时间。那我其实感动是有一年，应该2、3年前，他那时候把我去日本金刚表演的时候，哇，真的就是看到他这样子在谢幕的时候，跟他答谢的时候，讲我台湾话，我是来自台湾啊，我跟日本讲阿里亚多国在马斯啊什么那些，当中的哭我也哭了，到现在还是这样子。那种感觉是真的不一样，很骄傲。我们来自台湾，我们是 Seawell Ablaze， 我们谢谢日本。杨世豪是厝内万囝追求梦想的道路，厝内人是全力的支持，是愈飞愈悬的能量。因为世豪个性乐观好强，无论遇到什么款的挫折还是受伤，拢是家己承受。都不知道，就是要看到他的药袋，我才会问他，他才跟我讲。这个练习过程，心里在想啊，一定会很艰辛的，因为毕竟他不是科班的啊。所以说一定会很突破他很大的一些阻碍啊，他很厉害啊，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，我的乖儿子。乖囝变成台湾之光，世豪的爸母虽然讲骄傲，也过嘛真甘。往后的生活怎么办？这是回归现实来讲啊，对不对？我是这么觉得啦，只是在这一方面，我还真的有点替他心慌啊！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慌啊。慌什么？你以为我没在想啊？这个我在想啊。是放心。但是我都没有办法碰到他啊，就觉得说，哎，我这个儿子到底还记不记得妈妈？我都快要忘记他了。会给个拥抱啊！来，记得。他也是想要做成绩给父母看。对啊。
就先拼啊，人拼的时间不多啊。我想回家。经过世界各角落，最后回归台湾，杨世豪不再单打独斗。2020年，伊决定回来到甲朋友共同创立的团队马戏之门做团长，推广马戏文化。太慢了，对不对？速度太慢了。马戏动作技术性高，也具有相当大的风险，因此每个动作都不能马虎。像是成员们为了准备演出，每周至少3次的团练。我一点，慢，我救助，可以。这下一个阶段对我来讲，比较是从表演转变到创作。那其实创作这个过程，自己一个人能力一定有限的。那我们如何走得远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这2020年开始带团，然后去寻找下一个阶段的可能性，告诉这个产业的所有表演者，马戏在未来10年，它会是一个我们都确信，它会变成一个很主流的文化。对，它会冲击整个表演艺术领域。我们不知道我们会甄选几个，反正你们就尽情的表现你们自己。为了壮大台湾的马戏艺术，都要一直定紧。杨世豪趁有大型舞台表演的机会，进入高级的校园，选演出的伙伴。我未来是想要当个马戏表演者，这个东西现在在台湾比较少，可是慢慢的兴起起来了。希望可以把这个文化带入学校，毕业后带到外面，让大家都知道有马戏杂技者这一个行业。这次有这个机会，能够让马戏之门能够来我们这边做一个甄选。那我觉得学生跟老师级的、职业级的这些舞者们一起做一个演出，我觉得对学生来讲，不管是经验上面跟实务上面，我觉得都有相当大的帮助。其实让这些东西是有人一个传承的下去的一个理念。表演艺术课不再只是戏剧或是跳舞，它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，而且这个可能其实它不会没有出路。就是像我们这次来甄选，也是希望让他们知道，哦，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舞台在等着他们。对，所以在推广这件事情上面，我们其实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经过身体淬炼、灵魂的投入，当杨世豪伫看这个大拳享受强舞的时阵，袂输一股魔力，深深吸引观众。伊证明了，只要肯打拼，梦想不再是想象。因要让世界看见台湾马戏，杨世豪嘛依着这个大拳继续转动这个美丽世界。